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起来咯。国伫尾啊，除了无的之外，种最多的我上太开啊，都是头的啦，一种的农产品、农作物吧，像蜂头、毛头、芋头、黄头也都。睇下面面农啊，就因为农民朋友佢种的几多一种头的农作物，第下蜂头的啊，唔系本人识咯，第个蜂头的种出来系本农民朋友来种苗用的呢。除了安尼，佢还改善忙听说农委会来推动一个农药减半的政策，佢还自家来做研究哦。哇，唐方来改厉害，系咩人的农民朋友的模范生呢？哇，讲安多，还系格格来邀请佢同大家分享一下佢自家的故事吧。马上来欢迎我们主政府主太哥。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主政府对米农来也都专业的农民。哇，欢迎主太哥来到我们节目底部哦。主太哥，头前面我哋开创的时间有说嘅讲，能系种嘅头的嘛吼，也顺势做几多的研究。我想请教一下，当到主太哥人嘅名嘅时间，我都想讲对米农来，不过我对米农这篇故事咧吼，有相帮相种嘅条嘅，想做嘅相嘅，嗰时候谈到嘅，嗰时候唔能系喺米农当地行业吗？系啊，我哋米农当地行业啊。对清朝时节就已经伫遐迄个。都嘅迄个啊，唔能本上如家地部系头摆都系耕田的嘛。系啊。唔能喺田米农嘅那嘅耕种啊。对我公司台原本对米农有一啲很多合作人嘅种嘅办到佢目前喺啲很多桑丘寮。一个桑丘寮位置就喺日本人伫遐米农一个蔬菜有冇？喺米农嘅南边啊，成立一啲南农公司。伊个主要就来种所谓粮食，种甘蔗嗰条一个日本人嘅公司。我阿公人就对原来迄啲蔬菜来到一个蔬菜来去从事一个安尼农业嘅安尼条路啊。安尼嗰時就講好啦，阿公嗰時就有種甘蔗咯，有做糖嘅。後來呢？後來都睇咧還有種嘅乜嘅東西嘛？以前這就種水土為主啦，因為嗰時隻糧食嘅問題佢嘅，就到咧雖然較唔少，較無方便按足水嘅蔬菜，而就嚟改種一個做糖嘅甘蔗，也係種條番薯嘅對嘛。阿公嚟種嘅無嘅啦，種甘蔗、番薯一條。到爸爸呢？爸爸還有種乜嘅？爸爸時代就有我哋要種就有愛燒嘅，有愛燒嘅時節，有可能就就會安尼田球嘅就改種種就，有一部分改種種就。你講好嚟，哇，都都三推，能都卡三推都係四推嚟講，三推嚟耕種咧嗰時節嘅種咧都種現在嚟種頭嘅嘛，還係講有種過其他嘅農作物啊？因為我一個種頭嘅其實靠做嘅下邊有種，但是當少部分。最主要係會投入一個種頭嘅會個認真嚟做事情，就因為。這個像我哋家面嘅4年有嘛就開始對公賣叫申請一個種園咧。一次種到公賣叫結束嘅時間，就因為結束並唔係完全冇對種園咧，只是個面積一改退因為因一個持有沒有一個安尼關係有嘛。都面積越來越少嘅，越少嘅時節，田球就存出來嘅，都常常講，來種乜嘅個適合，一個中間咯，就會選擇一個風頭嘅，就講風頭嘅可能一般嚟講，較好上樹啦，也投入冇咁多，種到好，個認真，數量好。可能收入較好，唔按認真，數量冇好，收入冇咁多。所以現在風
风体话就也个可能讲压力冇很大。那算方来然后比较方来其他农产品来讲，迄个强壮的农作物。哦，主要讲想头头面对咧，想强调也好，都讲能卢卡斯推都三推迄务农嘛吼。这个当时睇特殊迄个，而现在工作的时间，也係讲做农一段时间之后，想过讲。我可以转换一下工作的方式，然后从旅行去做别的工作无讲点，也係講路卡會有爸爸媽媽啦會想講除了農業之外，可以選擇其他工作，有按呢遇到按呢問題冇？冇咧，因為我很細細就有興趣做一個耕田，很細細就有喺路卡天數學繼續學高中畢業去服役做兵過來過後路卡有一筆嘅土地有冇？內面都講可以去發地啦。嗰時節因為路卡之前攏有種鹽草有鹽葉有冇？嗰下拄伊啲鹽葉嘅佢太改變咧，伊個集團啦，尤其嗰啲鹽葉熟成以後有啲很多乾燥巡鹽咧之前呢，巡鹽呢是該麻煩、該辛苦的事。後來改過講有一個刺通，話係用機化個資源的但是還是伊個新的集團都做個啦。我拄到一個時間，我就進入一個行業有冇？伊第講重新開始都做。安尼一次種下來時間。就興趣因種真接觸，進來真嘅路途嘅，就唔想離開嘅。對你來講，其實人家甘肅都講耕種啦，做農業係幾辛苦。對你來講唔係，也算係你興趣呢吼，即越做越有興趣，感覺地位幾多神奇嘅事情，係咪？係啊。尤其講。我唔有興，冇興趣耕田實際上是最辛苦的事。唔有興趣辛苦是嗰種有嘛因為期待，嚟種下嘢種錯嚟聽我哋嚟看看啦，有成長冇？後日嚟看看啦，有成長嘅改好冇？每一年去看，而當我有人講嘅一種越來越成長嘅你心情嘅時間，也係有。太多人嘅期望嘅時間，你就會有一個動力有一個想講我繼續做下去。唔可以想到講耕田辛苦歸辛苦，但是有一個第講心方有一個收穫樣嘅啦，有一個事業嚟。而家成就感係來自於講，你自家耕種解決一個問題，可能自個種出來嘅東西越來越好，係真係你最大嘅成就感嘛吼。你主睇講，自個本身係讀讀一個農業相關嘅可能唔係嘛？自個讀到問題講睇一路耕種，嘅過程之中，係用辦去學習嘅，係請教人啊，也係自個去看書啊。一般還是有請教人但是教人的人並冇法度，因為我啱講喺你身邊，所以有嘅時間還是要去看書，自己可以有心去發現一啲問題去解決一啲問題，並唔係完全講靠指頭有啦，咩冇，但是我哋都講嘅，人冇可能因為都話停到你身邊，嗰種行喺自己去看也去問人兩種都有啦你主睇講，你自己耕種都更加嗰久嘅時間咧嘛，還記得第一擺耕種嘅時間，不論係種頭嘅啦、禾嘅啦，也都還記得第一擺本印象最深嘅事情冇，就是有可能喺樹上最好，也係講禾嘅樹上有發生過安尼嘅事情，本印象最深。有，因為從一開始種一個我自己注意種鹽嘅啦對啞巴樹頭嚟接下來嘅時間。第一年種鹽咧並冇種啊幾好，去賣嘅時間並冇得到幾好嘅價值啊，評價啊，我就想講，還是
要做改道的去改进吼，唔因为该缺点去处理，哦，因为留下好的一个优点的喺做法边度吼，让司仪可以使一个爱中的中错，不过以内行，我有几好表现的。哦，如果讲嗰时节讲，嗰有影响到人个书生的个评鉴的原因，后尾时节有发现到讲，迄个会用的无中好，嗰时候都有一个观念咧讲，有，开始要改进一个米行，係將係記咧呢種個中人咧吼，伊本身就有一點苗藏氣，本土氣，啊到最後尾伊咧考研就收穫起啦吼，伊分三個集團嘅工作都冇相同。哦，嗰時候對體白一個開始，你都漸漸咪懂得講係每一步驟嚟改進，哦，越來越好嘅嘛。啊，你後尾轉做一個頭咧，人哋講嘅雜糧嘅農作物之後，現在的種紅頭之外，還有種嘅其他哪種嘅個頭嘅？有種黃頭啊。黃頭啊，黃頭其實係唔係毛頭成熟嘅？嗌一般吼，你市面上石頭呢，也係都一般嘅一個豆製品咧吼。一般像農主講太頭啦，啊一個太頭就專屬於像加工用，一般個小工啊直接食啦。哦，啊我哋跟美農會所推廣所選擇嘅吼，是果用改良廠嘅果用舊貨。啊伊個毛頭研來吼，研來是種毛頭用嘅。哦，啊我哋美農會。該等到成熟嘅以後有冇？讓熟成一個太頭。啊，伊一般嘅一個太頭比一般人市面上看到嘅吼，伊加個太粒。啊，一個呢口味吼，係完全冇相同。啊，但是伊種一個毛頭，尤其到熟成嘅時節吼，有一點門檻。一般種嘅呢太頭吼。像進口嘅相同啦吼，伊天球嘅獨立成熟嘅吼，伊就乖乖地條件方。哦，啊，我哋一個果用舊好有冇吼？成熟嘅吼，伊會逼開來。啊，你喺佢唔同把做，每一個品種嘅特性。哦。所以原來本身伊並唔係可以拿來做一個哦，熟成一個太頭，除非伊要留意嚟做種嘅。啊，我哋美農會就講，排除困難啦，來選擇一個果用舊好有冇？所以出去嘅時節咧，評價哦，是概念該冇相同嘅錯。真是當忙神機呢！哇，觀眾朋友哦，難得有請到朱太哥來到節目地來分享一條知識，哇，聽到幾多幾神奇嘅故事，不過還有更多精彩哦！休息一下，試杯茶，馬上過來。前面朱太哥有分享到，果用舊好有個暗號嘅頭誒，不過伫喺樹上嘅時節啊，佢特殊嘅會逼開來，你對今年樹上會有啲影響呢？朱太哥今日喺用辦克服一個問題呢，一個問題繼續嚟請教佢吧。朱太哥，你頭都有講到嘛，佢技術嘅會逼開來，你唔係用人工去採樹，也係用機器咯。還是用機器啊？都個採樹業者有冇？做改好皮盒，我曾經有一年裡面一下皮盒唔好跌落去廠，跌落地哪裡？全部跌落地，年行會種的。可以啊，但是嘅數量會多冇法度。一年就冇，幾3年都冇法度啦吼。冇法度誒，幾時間能種嘅面積一大啊？
这是这种5分田啊。5分田啊，按它的面积地位全部标开了，哇，就标个几乎差不多我一半啊。上到嘅画面都贵那个。我都俺那个推广部主任讲，当初就伊个吼，因为伊条叶来标个厉害，体会真点木真的真点。啊，不过佮底下迄个机会自家会上冇？我呀。都专做下一摆的啊。而家冇做唔得啦，因为我还只有中国边个咧。嗰时候体会迄其实佮讲，体会迄唔能提种其他作物之间会补充种啊提嘅。就俺哋讲秋冬米作，俺哋讲小龟啦，小龟啊。就一个天气早，俺哋米农边也目前是改少年啲种天气早啦，因为蔬菜冇改好，成本改高，因为拄到讲风采啊，迄落雨吼，所以政府有一个政策讲唔好种，按种一个绿肥，加后俺哋讲嘅田径加强嘅吼，种绿肥、修根，大家你就往一个方向去做，冇愿意做天气早嘅就做嘅啦，改少啦，除非有特殊嘅需要嘅。然后咱我去种一个天气早，天气早结束了以后，差不多伫一个9月，大到10月，甚至于11月吼，一个中间到明年的春天种天气早有冇？一个空档有差不多3-4个月，俺哋米农就来种一个，好像风头是最大的面积，按有。小番茄、橄榄咩，含伊咧个有名嘅米农嘅四季豆，安尼俗话吼，就平常讲啦，讲短条嘅啦，短条，一个也几大面积，伫遐中间，伫遐3-4张嘅咧修剪嘅期间，安尼就无烟草好种嘅吼，就改种一个条嘅，转嚟落去。顺势来讲，有个作物吼，米咧种禾啦，种头也好，迄轮流种可以维持一个奶个品质嘛吼。系啊，可以唔会上错，因为有一种种错有嘛吼，就可以管理。将近一下无种嘅研究，速度上都慢慢。系啊，下一次就更麻烦。安尼做太个共同类啊，种一个头嘅迄算一种几好嘅，人哋讲嘅绿肥嘅作物咧吼，唔单止佢可以有树上，佢树上之后还可以大真实来做肥料。系啊，对人来讲，保持一个耐力系头嘅使是咧唔会差嘅选择。系啊，讲到鸦片，除了种蒙头嘅，也有种凤头嘅嘛。种凤头嘅来讲，能种嘅一般系乜嘅品种？而家目前我哋米农会吼。推广的迄高用改良场的高用稻吼，伊也贴心有嘛吼，红头改大粒，失去了改绵密，过个吼，伊也安尼食神吼改食，也下都推广高用稻好诶。好，尼做太讲，自家睇种一个凤头的，因为前面也有讲到嘛，谈到讲，自家种个凤头的啊，唔系。本人说咧，种出来迄本农民朋友咧种嘅种苗用嘅，一开始种嘅时节都有一个目的嘅讲，我系种本大家来做种苗用嘅，还系讲乜嘅原因本人嘅凤头嘅品质好啊，也系有乜嘅特殊嘅原因，本一个大家都讲一定要选嘅凤头来做种苗。因为我哋一个农委会有嘛，有推广嘅很多，因为一个粮食嘅问题有嘛，是。尤其最近安东年嘅气象气候变化有嘛吼，有时节无法度去掌握讲一个我给的产品咧吼，俺哋对入到俺哋也是嚟来嘅吼，伊哋果场都错啦吼，农委会有很多大粮仓计划，伊喺中间，伊就推广讲，伊目前做嘅水土应该有嘛，去推广伊嘅进口替代性的吼，就替代一个进口的作物有嘛吼，凤头的本身就其中也一个项目上，因为头类种下来去有嘛吼，个改稻胎以后，伊会无原来的特性，也无原来的样式，
古说俺哋高雄改良场，咩系米农会有冇？就迄屯高雄改良场卖嘅最纯最原始的品种犬，伊卖嘅品种都错，伊买落嘅时节就委托俺去种，种下来时节一推吼，去发育嘅伊呢吼，按高效养分一般的农民去种，按最后俾农民种到嘅种嘅有冇？是改纯的。安尼伊对遐个食神啦，各方面有冇，拢有几大的帮助安尼。讲到鸦片，俺面对一件轻重要的事情，因为头摆的时节，可能不时会听到新闻有讲，菜树遐个风头的吼，遐个控制遐个成熟度啦，安尼讲，改好杂树嘛，故说有的人会用个除草剂来控制佢改乜个早熟，吼，本佢改好菜蔬，啊有的讲，更加爱用药吼，爱管制又冇用遐个啊。就在讲，能自家睇师傅的情形上，能很用办去管理一个风调的菜树啊。因为我做一下吼，用人工菜树啊，睇会夹找得到一啲长度的时间，也袂无乱嘛无关系，就直接用刀嘅计割下来也係放起來有嘛吼，就放喺田球頭嘅有嘛吼，伊晒走嘅時節，讓用伊個類似古早期嘅打鼓機嗰種機器，去脫粒啦，人哋講脫粒，哦，也農業進步嘅全部攏用大型嘅那個疏貨機，哦，一個割頭機有嘛吼，來採樹，伊採樹嘅過程裡邊有嘛。俺哋唔是伊直接給割下來呀，但是睇佢成長嘅期間有冇吼，有失敗嘅差異嘅時間有冇？伊可能也袂唔會來本熟熟，哦，伊安尼伊會對割頭機器嘅時間，會識到遐機器，按一種情形之下有冇吼，就中年啦吼，政府有迄種講啊。沒有一種嘅除草劑有冇？可以拿來撒面啊，有冇？是個盲糟嘅葉嘅吼，來比糟，哦按佢一個割頭機嘅順序來採樹安尼。後來經過嗰種年以後有冇吼？我哋農會開始辦理一個合作嘅時節有冇？伊就相當講。我建議，既然建議合作，我建議市面上嘅一般嘅人嘅冇相同嘅東西有錯嘅，伊就採用講，當然咧唔係用一個除草劑嘅落葉劑有冇？唔係用一個方式來對葉嘅落下來有冇？讓來採樹，哦，嗰種更加用嘅有方式都有轉變嘅啦，吼，符合更加先進嘅一種潮流。哦，哇，觀眾朋友，原來啊，更加農業嘅進步，頭擺嘅觀念唔是係用嚟更加嘅，啊，唔過還有更多先進嘅觀念，啊，師傅嘅經驗，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台灣的農產品啊，品質一定的好啊，也是講嚟改好事。啊，唔過大家同樣會擔心咧，係講農藥使用量哦，也係講殘留嘅問題。像前面講到嘅風頭嘅啦，就係其中之一。啊，做睇個其實係樣板同一個農委會，也係講菜田農會合作嚟解決一個問題呢，我哋繼續嚟同佢問關下先咯。做睇個前面有講到，風頭嘅啊，能更加有嘅聽講啊，都唔會嚟用嘅除草劑嘅。啊，唔過其他地方也可能還會用啊，甚至講其他農產品也會用到一個農藥。一個農藥同人哋農民啊，佢好幾十年來大家係咧青蔥絲嘅問題，因為冇法都好好來解決。
啊，头头前面也有讲到讲，农委会有推动一个农药减半的政策嘛，也是其中一个天数的人推动一个政策的，也可以请教一下主持人，一个政策係用辦去推動，佢有用辦的出行內容啊？因為一個其實一個農藥有嘛唔好好用是藥，唔好用到唔對就吐，我哋使用農藥我哋嘅那個學術上很多植物保護，保護我哋種作物作嘅啦，將我哋農會講一個客作嘅體會冇使用除草劑來地落葉我哋改用，比如像體會式嘅肥料，也係我哋飲食嘅鹽用一種配方有嘛來去使一個生長到冇真濟，也係有乜嘅其他原因咧，一個無落嘅葉嘅有嘛，來比造，按使一個機器來順序採收，最大嘅目的就愛本人適度講，一個體會無相同還不採，我哋嘅體會是該安全嘅。本人嘅信賴都差。好，雖然講喺名稱上係用藥嘅啦，不過簡單來講，唔係用嘅內容冇用嘅哦，更加唔係講嗰種會殘留啦，又係乜嘅，係用鹽，我哋平時食嘅都是經驗，我哋冇用我哋粗鹽哦，用經驗，就人一包2升公斤人工廠嘅拿來滷菜啦做一個也係用乜嘅，我哋做。比如加工食品嘅嗰種鹽係唔係一般嘅海洋細細啊嚟嘅鹽田當等下，做睇個，你用一個鹽，我記得鹽雖然講唔會太貴啦，你用按你嘅方式下去，成本會唔會提高幾多啊？其實唔會啦，唔會哦。唔會。哦，按你也錯㗎，都用鹽種起嚟，其他會順勢喺自然嘅環境底部都分解掉嘅嘛，都唔會有一個殘留嘅。一個推動講到咗嚟啦，同一個農藥減半嘅政策，係唔係我哋政府單位也看到一個問題，從一個風頭嘅，佢今日都想講，我嚟推動一個農藥減半嘅意思係講減係哪一種嘅用量，也係講成分。我哋農地上使用整年嘅平均使用量，一啲單位面積使用量減多。這個機器年可能就2017啦2017年的時間，這種標準的一般人啦。一個只是大家一個要努力的地方啦。讓我來減，像以我目前嘅這個經驗來講嘛，不過使用農藥嘅量，也係方式，如果對那個種錯對藥嘅對那個病。蟲害你了解嘅時間，用到最經濟又有效，又唔會影響到人舒適嘅情況之下讓我去平衡啦。按你談方嚟都係講，在推動合作推動一個政策嘅時間，這個實際上也會停定嚟去研究去種一擺東西，而來研究講，某個時間我哋用一度嘅量嘅藥嘅，也會停頓嚟按嚟做嘛，會。按你講方嚟，其實都在講做嘅唔單止係一般嘅農民咧，親像睇嘅做嘅我哋講嘅碩士也係博士強用，還會寫資料去做一個研究嘅咧，按你做一個研究同做一個叫觀察然後，有個推動政策推動到更加差唔多一舊嘅啊。應該就。有5年嘅嘛，你這個對於一個開始都更加5年，觀察一個政策推動都更加嘅一個效果啦，也係講有乜嘅行為繼續來改進，也係討論嘅部分嘛。改進還是愛，因為一般農民嘅概念就講有兩個方向啦。第一個消費者希望佢買到正常嘅菜、正常嘅水果，也係改好食嘅水果。一種情形之下，農民可能就人講嘅冇一個限制就為了講本該好看，本該好食，本該正可能伊就對一個農藥方面就會使用過量。
用去浸讲爱，唔是用到按道药的，也係唔限制對人卡無影響無問題嘅藥嘅，又可以達到一個效果吼，一個就可能農民也好啦，研究單位也好，可以實忙嘅地方，尤其像政府，佢也要推行一個政策講植物醫生，但係所有嘅種草有嘛，又平又開，又平又重有嘛，來尋一個植物醫生有嘛，伊間診斷以後，間開藥房，按教唔用嘅去殺，一個就人講嘅，佢正確嘅方向去做啦，一個是只是目前應該是起步啦。所以講可能時代也在進步嘛，頭都主太哥有講到，人哋有植物醫生咧，更加人哋政府單位啊，可能有相同嘅，有個管理嘛，有一個標準咧，大家用藥可能唔係有個定期嘅，有一定期嘅，嗰種更加用藥嘅問題，常常可以管制。不過大家可能對一個觀念上吼，老一批可能很困難吼。嗰種主太講，人哋推動嘅時候，有拄到講嗰種年紀過大嘅種批嘅農民朋友，會反對也係講無共樣嘅意見嘛。就意思講，伊還是照現代嘅方式咯，營養放心啦。後邊我都跟人講，唔是殺到按到，伊講還是唔放心。我有一種嘅想法，都睇到我講嘅，我就會用100%嘅效果。但是事實上有冇？啲眼那個植物保護嘅概念地方有冇？只要已經有經濟嘅效益嘅時間就可以接受嘅就好。不一定講會太多100%滿分啦。一個重要嘅概念啦。不過主太講，這個本身有一個實務經驗，你要係做一個研究，協助一個政策的推動嘛。你能唔能拿出實際嘅嗰種經驗，也係講效果，本一條觀念各層面老一批嘅農民朋友講講，其實我能做一個也可以達到一個100%嘅效果啊。能有安尼嘗試過。像以鳳頭嘅一個項目嚟講啦，之前我對原來結婚就對我辦嘅項目嘛，我就要可以咧，我自己嘅經驗使用，譬如其他用乜嘅藥，譬如其他用乜嘅藥有冇嗬？按本我嘅扮演有冇嗬？去參考啦，唔敢講啊，強制人一定要嚟做，俾人參考。後來農業嘛，要拿我一份啊，你哋一個廚房有冇？一本其他農民朋友有冇？去做參考啦，假使像我認為講啊，用我一個廚房有冇，一個皮藥有冇，效果還是唔會差。而中間我就包括到講農藥去減半嘅，還可以減自己嘅成本。本大家傾下一級功效嘅意思啦。可以分享。不過講到真係，除了一個農民朋友嘅觀念之外，同人哋社會上嘅觀念也係幾重要嘛。更加野餐嘅來講，其實大家對一個健康嘅嚟嘅重視之下，其實我講大家行喺講愛講啦，不過無像頭白講，一天愛講講到樣板吼，可能還會發光有冇皮筋啊咧，應該冇嘅啦。不過喺一個觀念嘅改變之下，主太講人要同農會合作，喺個行銷嘅方面吼，試着去改變大家嘅觀念嘛。有啊，因為我哋一下農會種合作嘅，不管伊時期也好，也係一個紅頭嘅、黃頭嘅部分有冇？紅頭嘅部分有冇？我哋合作嘅農友有冇？叫頭嘅呢批嘅時間，伊要留一些樣品有冇？一般就是差唔多2公斤啦。伊要送去化驗單位有冇？化驗人一個農藥嘅殘留。也中間咯，將我哋要合作嘅人，每一條命要交3000元嘅檢驗費啦，第二保證金啦。唔檢驗通過，一個3000元會退還。嘅檢驗費由農會負擔嘅。假使檢驗無過啊，
一個檢驗費伊欠咗6500元。哦。唔咧天數出3000元。故所以安尼要變啊講，本農民朋友伊咧警覺講啊，硬係做唔好有冇3000元嘅去拿去做檢驗費啊，唔免冇事啦，就檢驗費你自家出。都變做冇一個補助誒。唔個做有通過講冇問題嘅時間，農費會揀出一個3000元，一個唔夠你啲錢，佢會退還。等於講一種嘅鼓勵啦，獎勵啦。嗰時候消費者睇看睇買嘅時間，竟然又會看到哦，有嘅。只有民農費可以做嘅保證安全嘅。竟然都會看到，更加人哋講嘅有嘅產銷履歷也好啦，係幾道標準嘅嘛。大家啲消費者睇看嘅時間都啲哦，人哋買有嘅安全嘅，可能大家都會漸漸嘅習慣嚟看講，人哋我選擇有嘅個安全嘅，但都唔係選個獎嘅，係安全，嘅品質又好，就冇，又唔會查嗰種冇嘅檢驗嘅嗰種查嗰度，都漸漸嘅同大家有一個改變。嗰種農業監辦其實嚟講，係農民同消費者共下去進行，唔係像單呢一類方面嘅，唔係就係農民嚟努力啦。睇大家共同。消費者唔該感染嘅時間，人哋農藥還是用啊，該多嗬，人哋可以，嗱是講。該接受人哋嘅產品，也唔係一個感染嘅佢，即家是係感覺該安全哦，是優先嚟考量嘅問題。冇錯，有嘅真係重點嘛。哇，觀眾朋友，今日啊，朱大哥嘅分享啊，真是幾精彩，又希望講大家聽聽有嘅朱大哥嘅分享，能夠了解講，人哋台灣嘅農業啊，其實到頭擺都更加一直喺進步。嗰種人哋消費者同農民朋友啊，睇下向下進步啊，唔係講先嘅講嘅哦，而且講擁有安全和人哋品質好嘅，真係重點。也希望大家記得人哋今日朱大哥同人哋分享嘅哦，再一次感謝朱大哥分享咁精彩、咁好嘅故事哦，多謝。感謝主持人啊，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有時間嚟到美濃來參加一個美濃佢鬧熱嘅安尼一個季節嚟分享一個安尼一美濃嘅安尼舒適尤其一個好多機歡迎大家嚟參加，謝謝。好喎，安尼做到更加有個位上，有冇呢？更加聽到先生，大家嚟運動一下吧。希望我哋福氣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